下午回家后就没下来，是睡着了吗？责编要的地址啊，这就是你老板家啊，房子不错，就是人差点意思。你不会在这儿等了我很久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刚到。手拿给我。骗人，手都凉了。一人一次很公平啊。走吧，上车，带你兜风。坐稳了。